恋在鹿耳门月老牵良缘联谊 Party， 20号伫圣母庙登场，来自全国各地360位未婚男女，伫遮互相联谊，希望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。为了增进双方的认识，主办单位也规划一系列趣味活动，活络现场的气氛。圣母庙来响应我们台南市政府来办这个未婚联谊安尼。因为今年这大家有360名，就是秒杀安尼。甚至阮庙这正10天内底，一天拢接过来通电话，过来10通拢来报名，拢甲讲客满，甚至有公阿嬷，要带着因孙来报名，拢客满。主办单位也伫这次的联谊活动内加入了庙宇宴食文化，就参照是为参加联谊活动的朋友规划了一场喜宴同款。市长委体也专程前来祝贺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找到好对象。我们这一次也是讲扩大举办，第一次是60对，对，里面有27对，这个继续配对已经配对成功，深入交往。今天有180对，3倍那也希望至少要90对，能够谱出这个美丽的恋曲在妈祖娘娘以及那的月老神君见证之下，能够开花结果。民政局长蒋玲煌看到现场活动热烈，经宣布加码，在这场联谊第一对登记结婚的就送黄金，当金加码，就是希望会当催增国家的生育率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